自2024年3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当你耶稣会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14章第19、11节。过2日就是八过节甲除酵节，祭司长甲经学教师伫找看要用甚物计谋通掠耶稣，甲伊害死。不过因讲毋通伫做期中惊了民众去暴动。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的厝伫坐桌食饭的时，有一个妇人来摕一罐玉盘，内面缀满纯阁贵的哪达香油。伊攻破玉盘，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有一寡人真受气，互相议论讲：哪着安尼浪费香油？即罐香油会当卖300外的银仔来救济散车人，因就甲伊责备。毋过耶稣讲毋通甲伊动，若要甲伊挑难，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。不时有散车人甲恁做伙，恁若要，不管时都会当帮赞因。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。即个妇人已经真力做啦，伊先用香油抹我的身躯，准备我的埋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甚物所在，人拢会讲起即个妇人所做的代志来甲伊纪念。12使徒的一个，伊斯加略的犹大，去见遐个祭司长，要将耶稣出卖互因。因听着真欢喜，答应要钱互伊。犹大就一直伫找机会，看要安怎通出卖耶稣。当你耶稣会疼。包括节进前的耶路撒冷，一场暗中进行的阴谋，就得要发生。这若是一出电影，大概通想象，伫黑暗布景、搭配无和谐音调配合的紧张气氛中，一群祭司和经学教师拄集伫辩论，要安怎才会当互计划完美无缺完成，顺利掠到因的眼中钉拿撒勒人耶稣。总是镜头一转向，耶稣甲伊的门徒拄轻松伫甲麻风病的西门全家斗阵伫食饭。就伫即个时阵，一个妇人出现，伊带一份珍贵的礼物，通卖300外的银仔的纯正哪达香油。即罐的价值大约是当时做工仔人一年的工资。接落来，伊甲即罐玉盘拍破，搁用香油来抹耶稣。这举动引起众人议论，若像这是一个浪费讨债搁无意义的行动。即罐香油会当卖300外的银来救济散车人，因就甲伊责备。耶稣赞赏即个妇人的奉献行动，有一寡牧者也是教会引用来做开大钱去教会，买高级设备、器材，也是专用牧者的工具。咱常常听见因安尼讲，敢讲尊贵荣耀的主万王的王毋值得咱奉献上好的礼物。只不过，若实际进入经文的背景，咱恐惊需要详细检视即种的看法。这并毋是纯的哪达香油所要表达的意涵。实际上，
救这善车人，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需要，一向拢是耶稣的教示。这个负责人做确是为着耶稣的埋葬大生做准备。耶稣已经知影得要发生的事。作为人子的上帝之子耶稣，得要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为全人类的罪牺牲。这是偌尔大的疼，偌尔大的哀伤啊！这超越所有现实考量，也是数字的计算。就亲像咱袂怪责为着救人性命耗费大量财物，也是破坏建筑门窗，因为这具有无法度用无形价值估量的超越性。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，人拢会讲起这个负责人所做代志来纪念伊。这句话并毋是指伊开费偌济钱来买香油，是伊疼耶稣，为了耶稣献出家己珍贵所有的心。相比较之下，在使徒中的犹大却是为着金钱，要将耶稣卖互丢无害耶稣真久的祭司长，佮不断找机会出卖伊。安尼充满反讽意味的描述，也应当互咱警醒，甲一个时常对伫耶稣身边的门徒做比较。这个伫当时互看轻的负责人，反倒搁较会当体贴耶稣的心意。检采这也帮助咱跳脱二元对立的想法。教会无应该忽略善车人的需要，总是也无必要对一寡需要的花费斤斤计较不可。真正的关键在伫咱着安怎理解耶稣的教示和伊的心意，以及是毋是愿意行出疼耶稣和疼人的行动。默想，耶稣捌讲：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也伫遐。我是毋是愿意浪费钱财伫教会和主耶稣身上，干那因为我看重教会和主？耶稣捌讲：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也伫遐。我是毋是愿意浪费钱财伫教会和主耶稣身上，干那因为我看重教会和主？咱来祈祷，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赏赐独生疼囝耶稣来到世间，为了拯救人，受钉伫十字架顶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搁互我会当真心疼主，归荣耀互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